刘委会最近搁再限制台湾民众领中国身份证件规定，连中国登记证含这身份证拢是犯法的，会注销伫台湾的户籍。刘委会表示讲，申请登记证的用途就是办理户口登记，说落来就是要申请这中国的居民身份证，这两件代志是有牵连的，这认定是违反两化条例。去年1月，伫中国大学教册大赵老师领到福建省发出第一张台湾居民登记证，互中国官媒大报道。迄时阵，陆委会敢若强调申请陆方居民身份证的人违法。最近，陆委会释出上新令释，可受按个人申请中国身份证件规定，因为有中国登记证甲身份证拢触犯，会注销伫台湾户籍甲权利。你拿到定居证之后，再去当地的户政机关登录户口。拿身份证，它这个是一连串连续的动作。对我们来说，拿到定居证就意味着你接下来要拿身份证，应当是99.99%就是用居住证。这个东西是不是说有种缓冲期，有种说公告期啊，让这些人他怎么样去妥善处理？台商化者若相关规定有改变，希望因互了有登记证的台湾人缓冲期处理。台商指出，伫中国生活的台湾人大部分拢只有居住证，因为顶悬有18笔公民身份号码，爱伫日常银行开户、电子支付甲就医状况使用。登记证干来办理户口登记用途，来摕到中国身份证的人日渐少数。陆委会也继续协助爱报告丧失原籍证明的1.2万名陆配，部分陆配已经提出估计或者是延期申请。600余件说他想要拒绝或者是延期的，还有一些是不符合这些拒绝或是延期的条件，但是他需要政府协助，那大概有200余件申请的案件，每一件我们都会仔细审酌，然后提供最大的协助。另外，陆委会统计今年3月20到31期间，去大陆4人被留置，办查关押人数增加7人，总共82人，其中2人属于失联状态。另外5人分别是牵涉诈骗罪甲非法入境罪。互中国限制人身自由当中，记者综合报道。